华德里内有6座公园，是北区公园上济社区，也因为大的环境好，近年来有愈来愈侪人选择来这住。不过，伫60年代，这附近其实拢是渔温地。为了让社区居民以及囡仔认识家园环境改变的热情，华德社区执行文化部以及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社区营造计划，出版《秘密基地幸福波比迪家》故事绘本，让民众为故事当中认识家园。华德的秘密基地的册新书发表，幸福波比迪家。这个是全国的新书资讯网，可以查询到这本书是由我们华德社区的长者来绘画、来策划的。然后这个我们以前60年代的渔温，到现在它分离分成3里，那我们这一里就是都没什么文化背景，没有深化的那种，就是环境优雅。都没有，那现在变成政府来给我们重划，然后就是重划区呢已经都安排好了，那新的移民就住进来，变成高楼大厦、高级的优质的环境。那在这个60年代的时代到现在的话，演变成这么有深度的环境。更特别是，这本故事绘本内底插画，拢是由社区长辈家己所画。是有小孩啊，有这个波比啊，环境、公园都很好。那你可以看到你的作品登到那个刊物上，你觉得什么感想？感想哦，就是说我住在这边很快乐。新购发表这天，北区区长李煌新、北区里长联会会长童晓云、立委王定宇服务处副主任林建然、市员柯志春、沈振东、陈一丁也拢来见证故事绘本出版的欢喜。我们这个幸福波比迪家这个是由我们华德社区所有的长辈一起来手绘的这个画本那来介绍我们这个正子寮社区是怎么从过去是这个规个都是温呐现在变成是高楼大厦林立，可以说是北区最富有的里，这个演变的过程透过绘本来呈现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也可以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更了解自己所生活生长的社区。那也感谢市政府相关还有中央部会大家的支援故事绘本由社区长辈作画，画出对华德社区的认识，也让这本秘密基地幸福波比迪家增加了浓浓的社区人情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